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两遍得超生，持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觉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一颗再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八颗九颗10颗手。日子再慢一点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汝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朝兴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刹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今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空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真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亚弥勒真，吾王敕令即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打仗心，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一
会想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沈荣洲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大德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慈悲波转，诸天仙佛菩萨慈悲波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自所自导，自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圣慈昭格采纳。下一页，我习所造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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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好，感谢素如浅显的导读。各位，感谢千贤慈悲。大